镜头倒来到国内，台经院公布今年的经济成长率，因为出口加额，经济成长率应该有4%以上。不过明年创上任了后，若准美中继续拍贸易战，恐惊嘛会冲击咱台湾的石化产业。受到 AI 应用甲资通讯产品需求增强，国内出口表现继续真声人目。行政院主计总处进前预测台湾今年全年经济成长率可能通破4%，台经院也提出看法。第四季的出口表现，目前看起来表现依然畅旺，所以破4不会有问题。明年呢，当然我们刚才提到了资通讯的高原期，或者是我们的传产复苏还没有很全面，数字低一点，但是我们台湾明年是个平均的成长。台经院专家认为讲，目前国内产业景气展望，资通讯受到机器权因素的影响，有关是伫高原，传统产业复原的角度无同，约未到百花召开的情形。也若伫明年经济成长率的预测，阁要看投资、消费甲外销出口，敢会当平衡，表现敢会当好，才会当较明朗。观察25台股盘中徛起哩23000点，起的幅度无遐长。一时间起无100点，台积电是顶下震动，盘中一时间依次变盘。也若国内房市景气是受到中央银行信用管制措施等政策的影响，有关无遐旺。虽然是来到了年底的一个赶工潮，但是目前呢，当然是碍于在整体的一个住宅市场，那么开工的一个情况是比较不如预期。那么再加上目前在中国呢，减产的部分，所以也使得钢铁的报价也开始有一点往上的一个态势。也若美国准总统川普上任，存在无确定性的因素，专家分析讲，若准美中贸易战继续烧，若对中国的制造业有负面的影响，国内石化业也会受到冲击。也若美国利率的决策，按算明年下半年的利率有可能袂降颠倒升。记者综合报道。